喂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近排塊面又鬆又嗲，諗住幫塊面做下運動㗎嘛。做運動唔係咁㗎，跟我嚟啦。呢個就係宇宙最強嘅 Renagi Gym Face 重塑肌底儀啦。佢同傳統抗老肌唔一樣，佢透過 HIEMS 同星 RF 雙技術，同步強化肌肉層同真皮層，唔係淨係補膠原㗎，仲可以撐起肌底。佢有4組專用治療片，額頭、眼部、面頰、下巴都照顧到㗎，可以針對唔同嘅部位、問題同需要。我今日會全臉做晒，30分鐘就完成啦，仲要冇修復期，做完可以直接出街。做嘅時候有明顯嘅震感同暖感，好似塊面喺度做緊針對性嘅健身。HIEMS 就負責鍛煉肌肉層同埋增加密度，星 RF 就負責改善膚質同埋撫平皺紋，雙重作用令到效果相輔相成啊！哇，30分鐘就有呢個效果啊！下顎線 sharp 咗超多啦，蘋果肌撐翻起，法令紋同眼紋都淡咗啊，肌底改善咗，塊面睇落去自然精神啲，連氣質都提升埋啊！想擁有緊緻 V 面，唔想鬆同揼嘅姊妹，一定要嚟 Laduma 試下呢個安全高效又冇修復期嘅 Renagi Gym Face 治療啦！快啲打69799019預約啦！